時候行動啦，跟入嚟啊！其實我一路都大細面嘅，咁我就右邊面大啲，左邊面細啲，同埋右邊面係揼啲，所以我長期咧都係揾左邊面見人，跟住咧都分左界揾頭髮去冚住右邊，想希望有啲改善，望落去嘅時候就會平均啲咁樣咯。除咗去 balance 翻可能兩邊面珠仔啦，呢邊面可能幫你做多少少提升嘅位置，咁去同翻另外一邊面去做翻一致翻。時咧蘋果肌呢啲位置做咗提升之後咧，你會發覺虎紋呢啲位咧都會感覺係飽滿咗。咁除咗你可能見到輪廓上邊會有唔同啦，咁其實做完咧佢即時咧都會有一個膚質上面都會有一個光澤度。有個好緊要嘅問題就係咧，如果我想聖誕最靚，幾時做最好咧？梗係提早部署，今日做最好啦。咁我順便瞓陣先啦。俾翻大家睇個效果先。蘋果肌，錯啦，翻晒嚟啦。唔使做幾次先做到效果咧，我覺得非常之慳時間。相信咧今個聖誕 party 影相嘅時候咧，一定好上鏡啦。